来半暝啊，这个地动，真侪人是先吼手机啊，这个地动的警报器来惊精神，刷来地动开始摇到互人是心惊胆吓。而花莲有乡亲住伫咧12楼，随冲雷1楼来逃难。啊，那这个中滨乡的永福社区有一粒特别一个人悬的这个大粒石头摇到地落来，附近的长辈时代是惊到规暝唔敢困，搬椅啊到外口坐一暝。啊，这个地动当咧摇的时阵，有民众所饲的猫啊，是惊到伫咧房间啊底哭哭撞，都参查看这种狗啊，嘛惊到干干叫。狗仔惊到干干叫，看到保龄球馆天棚的电火喊甲真大力，主人紧按打伊的心情。警报声开始弹，厝内猫仔惊甲紧酸，主人险啊徛袂在，泡面汤嘛规个抓出来。超晃哎！我拿着泡面都汤都打出来了。半暝饭店41分和43分，有2摆规模6.6和6.1的地动，互花东民众拢惊一条。有饭店变锁烧水器规落去，和破马桶。中滨乡的乡亲嘛惊甲唔敢倒去厝困。还在摇啊！是大人甲椅仔踩伫咧路口坐，就惊会阁地动。地动互一粒真大粒的石头落伫咧中滨乡的永福路，阁有人厝内鸡仔规个倒去，厝路口规排红门头嘛规个翘起来。阁有厝4楼楼顶的砖仔结落来涂骹，斗相共救援出任务的台东消防局综合分队，家己嘛真做受灾户，壁规个逼开，门嘛规个变形，所以紧甲规4门跳落来。像气管。互头毛击破头壳的阿伯，互送去成功病院，人嘛唔敢踮伫咧厝内，所以甲器材全部锁到路口。就惊袂赴走的，过来花莲耍的游客。我从12楼跑下来，地震2次，超害怕。坐伫路边嘛是心惊惊，喙暗袂赴挂，就紧走去路口。仓库内底火散散落落，落伫咧土骹，凉的把拢规个破起。皮鞋我脱下来不及穿工。鞋仔拢还袂穿好势，就紧走出来。干日当等到下早啊，才当坐车回去。即摆地动，互花东民众拢真歹困，气象局嘛提醒，所来有可能会有地动，民众千万拢要注意。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